曾拍摄有线节目《怪谈》的女艺人许新瑞，最近亮相 ViuTV 节目《独托功臣》而成为网上话题人物。节目安排她与3位毒男参赛者相亲，却惨遭无理对待及性骚扰。节目里 ，Kitty 先是被其他3位女嘉宾质问有关性的问题，之后3名男子与 Kitty 对话时发问露骨问题，并怀疑 Kitty 讲大话欠真诚，令 Kitty 感到受辱而痛哭。事后 ，Kitty 在 Facebook 表达不满，指拍摄期间多次被性骚扰，问题全是参赛者即兴问，但部分过分问题已被 Q 走。Kitty 否认发 Facebook 留言是炮轰 ViuTV， 指当时节目监制已向参赛者训斥，只是觉得参赛者毫不尊重他。其后几位男参赛者在节目中有向 Kitty 道歉，但事件未有平息，在网上引来不少回应。大批网友发表意见，不少人力称 Kitty， 力斥几位參賽者沒有禮貌。想與你開始，從頭開始，彼此的同遙遠，但相似，狂熱夢想的一串。